石头纸不是一个产品名称，是真的将石头磨成粉和无毒树脂混合来造纸，不需要纸浆，不需要砍伐树木，不用到任何一滴水加任何漂白剂，已经是目前最环保的造纸技术。而生产研发石头纸的台湾龙盟，也是台南在地的骄傲，更是台湾之光。该公司运用它防水耐用的特性来做市场需求很大的瓦楞纸箱，力拼1年100万吨的产量。至于现阶段也和工业技术研究院合作，媒合许多设计师的巧思，要将石头纸变成我们的日常。石头纸它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说实在，像我们那个纸箱，除了循环箱之外，它还可以用在这些蔬菜、水果、海鲜冷藏冷冻因为这跟我们的这个箱子跟材料的特色是特别的像。那当然，那个到最后我们有一个量产厂的时候那个年产50万吨、100万吨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切一次性使用的纸箱。但是在目前为止，我们都是在切循环箱，因为循环箱来讲，它重复使用第2次减碳的效果就是已经是除2了。如果能够重复使用10次，那就是除10。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一个材料原本1吨的石头纸就可以减少390公斤等值的碳排。所以在这个的一个基础之上，能够在重复使用的时候，我们的一个减碳效果会更好。为了将石头纸的运用有无限的可能，特别在近零碳排的时代潮流，如何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，文化局长也心有所感。石头纸跟环境资源跟这个木头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如果有一定程度的取代性，我想这个当然一定会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诉求的这个有序性，甚至于是环境上楼下的一个新的可能跟出路。您知道您所用的每一张纸、每一本书，不管是原生纸浆或再生纸浆，对环境都是一个负担。加上市场上产品包装美观的需求无法避免，所以如何善用石头纸来减碳，值得深思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